等文九年住過嘅200幾間酒店入面。間需用間菜央但唔貴嘅民宿。第二期嚟啦，記得 save 低。第一間話係因為西洞狼白區啊，其實佢山頂啲雲霧仲靚。山下已經係江浙最靚嘅 hiking 路線，鞍山古道、茶田區流村落北部。地乎寧坡道行落幾輕鬆，山頂就係江浙版小桂林19峰。無論係坊間泳池定係咖啡館外面，好似一幅千里江山圖。第二間係古村落入邊嘅書德堂，背後呢片徽州古宅其實都係佢哋嘅詩集。門外係情坎路街，門內作隔壁空電信啊嘛。每個房間都對住十里河塘，可以睇住藕花深處，又或者唔出門，靜靜嘆一晚鄉村夜色。第三間係那拉提雪山腳下係因塞，網上好多人 share 嘅新疆河谷、大樹王國同日照金山，其實都係佢嘅後花園。成個地方由幾個唔同風格嘅花園組成，前面係大草原，後面係那拉提河谷，徒步上山就可以一路行入大樹王國，真係好似大自然自己留低嘅地方。最後一間喺瀘沽湖邊水中村落，玉露亭房間外面就係瀘沽湖碼頭，落樓叫隻船就可以影到迷霧海鷗同天空之景。而酒店後面係一個南法莊園同秘密花園，尤其係佢哋嘅荒野咖啡館，連住森林同湖泊，個 feel 好似巴比松畫派。如果俾你揀，你會最想住邊一個？